愿伫教会各地基督耶稣，永光归依到万世，代代无煞。三角吟诗来学了上帝，圣诗第35首，圣诗第35首。用主所教示咱的祈祷文三角的祈祷，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你的亲像伫天，阮的日色今日互阮，赦免国有，亲像阮了赦免国有阮的人，因遭咱日时，就叫阮脱离迄个害，因国权柄、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西路玛利亚出世，伊本叫彼拉多前来受苦，定是为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阿一全能的爸，上帝的导演，伊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这赦免，肉切国活，永远的阿门。阿门。请坐。三角来客用。经文伫圣诗后面第51篇，耶利米第17章。经文51篇，上主安尼讲：我靠人，我靠为死的人的气力。因踮伫旷野大扫的所在，因为亲像风波未大丛的树。总是信靠上主，专心倚靠伊个。伊亲像树栽伫溪边，炎热到也无惊。抗旱的年拢无挂虑。咱三甲额头来祈祷。
过去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的确永远伫地。阮伫天灵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你将你独生的圣囝赏赐予阮，伫2000年前竞选阮成做你的百姓，也到今仔日，阮实在是阿乐你的圣名。因为你伫过去的逐世代做阮的帮衬，你也是阮将来的望。慈悲疼痛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创造阮，也互阮在座的众兄弟姊妹生活伫同一个世代。阮是同一个乡土，阮也有同一个信仰，阮也有份伫同一间礼拜堂，用相款的语言来敬拜主你。主你赏赐阮有家庭的温暖甲烧脑，阮有亲人朋友的疼，也有种种物质的享受。总是上时，阮人类也会经历着种种的生老病死、辛苦病痛，也有种种的天灾战争。也阮人类嘛，照着你所赏赐阮的信仰甲智慧，不断向前来跑走，挑战新的文明。主，阮特别要感谢你，也恳求你帮助阮，伫2025年新历册旧历尾的时，也还阁一摆少念你的恩典，也明白阮做基督徒的报赏是伫天里，阮的确爱继续骨力跑走这条永远活信仰的道路。这是阮也要为着今仔日所要举行的会员好会来祈祷。主啊，你伫72年前有差遣你的忠仆牧长，已经阮的前辈信徒，伫南门这个地区建立教会，高举十字架来引带人归主，传主你的福音，互侪侪人的灵魂得到拯救。阮其中也有经过3摆的建堂，到伫今仔日，阮除了少年历代信徒前辈因好的脚迹以外，阮也应该搁较拍拼，为着你福音的缘故，广传伫即个社区甲阮身边的人。求主你的圣神也亲自临在伫今仔日的好会，甲今仔日的敬拜，互阮所要做、所要行、甲所要讲的，拢会通合主你的旨意，荣光主你的名。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敬拜团。黑暗中看见了一束光，迷惑中我看见了盼望。耶稣，是你耶稣，一路上你总给我勇气，你叫我不要轻易放弃。耶稣，是你耶稣，我需要你，将你心意向我显明，你拥抱我，在你同在我没有恐惧。
狂风暴雨里，你牵着我手，我知道你坚定陪伴我到最后。死荫的幽谷，跟随你脚步，一步一步走在预备的道路，怎么能忘记就是你耶稣？我知道你一直坚持为我守候，天地会过去，你爱永不变，我愿一生一世住在你里面。黑暗中看见了一束光，迷惑中我看见了盼望。耶稣，是你耶稣，一路上你总给我勇气，你叫我不要轻易放弃。耶稣，是你耶稣，我需要你，将你心意向我显明，你拥抱我，在你同在我没有恐惧。狂风暴雨里，你牵着我手，我知道你坚定陪伴我到最后。死荫的幽谷，跟随你脚步，一步一步走在预备的道路，怎么能忘记就是你耶稣？我知道你一直坚持为我守候，天地会过去，你爱永不变，你的话语永远藏在我里面，在我的里面，是你耶稣，耶稣，耶稣。狂风暴雨里，你牵着我手，我知道你坚定陪伴我到最后。死荫的幽谷，跟随你脚步，一步一步走在预备的道路，怎么能忘记就是你耶稣，我知道你一直
面。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会当有份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甲你倾君。主啊，请你伫我的生命当中带头，引带我行这个信仰的道路。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真多谢咱敬拜团已经有3团吼，继续咧招兵买马。欢迎吼，听讲无年龄的限制啦，因为嘛有找我啦。所以欢迎你若对敬拜团像安尼练歌会当侍奉有兴趣的人吼，会当对敬拜团去报名吼。来，咱三个来读圣经，圣经尼希米书第1章。第1节到11节，尼希米第1章，大汉本的圣经附约515面，我来读。当20年基数老月，我伫苏珊的王宫，迄时我的兄弟一人名叫哈拿尼，甲几若犹大人来。我对因问到遐逃脱的犹大人，就是狩猎的中间所剩的，甲耶路撒冷的事。因甲我讲，遐狩猎的倒来，所剩留地的人，伫省内拄着大患难，受凌辱。搁耶路撒冷的城墙拆火，城门互火烧了去。第4节，我听见遐个话。就坐伫天口，悲哀几若日，今朝祈祷伫天顶的上帝的面前讲：天顶的上帝耶和华，至大通敬畏的上帝啊，守约行仁爱，伫听伊尊叹伊的诫命的。我但求你，愿你耳孔听，目睭看，听你的奴仆即碟人民为你的奴仆以色列人。来祈祷，伫你面前的祈祷，任以色列人的罪，就是阮所得罪你的。我甲我的老爸的家拢有罪。第7节，阮对你所行的真在腐败，无遵守你托你的奴仆摩西所命令的诫命、律例、法度。求你记得你所命令你的奴仆摩西的话讲。恁若犯罪，我就要四散。恁伫列国中，总是恁若归伫我，守我的诫命来行伊，就恁守官督的人，虽然伫天边，我也要对遐自入因，带因到我所敬，要安置我的名的所在。第10节，打这的拢是你的奴仆，你的百姓，就是你用你的大气力。甲大官人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耳孔听你的奴仆的祈祷，甲遐意爱欢喜敬畏你的名，遐奴仆的祈祷，佮求你，互你的奴仆今仔日行通，伫这人的面前得到恩典。圣经读到这，煞接讲道，今仔日张牧师要讲道的题目是今仔日教会的需要。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咧数馒头的日子愈来愈近啦吼。所以我这2天寄讲2月初9最后一个礼拜伫遮。有朋友写讲，我无感觉你已经70岁呢。我讲我嘛无感觉，毋过事实就是遮尔残酷咧。已经到这个年纪，感谢上帝的带领稳定。咱做伙同行天路，伫这几年的中间，今仔日甲咱大家伫和会做伙来思考今仔日教会的需要，请咱搁一届甲我同心做伙来祈祷。
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你是阮万世的石盘，你古早、现在，直到将来，永远拢是你所创造每一个人类的天父。天地万物拢是你所创造。阮有幸伫你奥妙的旨意下面，会通出世伫即个时代，伫即个所在，也伫阮所无通明白的奥妙的中间，阮的性命互相定达、重复有一段时间。阮珍惜这个机会，也感受到上帝你每一天对阮的带领。主，阮感谢你，对你来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亲像一瞬间；对阮来讲，短短的人生100岁、120岁，嘛是亲像困一醒，念伊都无去。总是伫即个过程的中间，阮咧感受上帝你的疼、恩典，甲你的带领。每一天拢是新的。每一天拢是上帝你恩典的赏赐，阮伫即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阮珍惜每一个甲阮接触的兄弟姊妹，伫阮周围的人。阮珍惜你所互阮每一个会通帮助人，会通互人因为阮得到祝福的机会。阮感谢你，甲阮摆伫即个所在，摆伫即个地位。不管阮阁有偌久的时间，阮的肉体会衰残，会消失。若是即个过程的中间，上帝你的恩典对即时要刷到永远活，是照你所应允的，也亲像尼希米的祈祷。主，阮也要认阮甲阮的祖先伫阮人生中间所犯一切的罪过。阮无互上帝你得到阳光，反倒互上帝你为着阮所犯的罪，付出重的代价，用主耶稣基督来赎回阮，互阮会通搁一摆来到主的面前、上帝面前，也你替阮开一条永远活的道路。通过耶稣基督，阮知虽然时间对肉体的性命有限制。总是伫主耶稣基督，阮已经知影怎样来领受另外一个阮还未经验到迄个永远的活命。这是何等感谢，何等通达得阮欢喜的。愿上帝你帮助伫教会经过2000年，逐世代无共款的条件，咱们教会也要面对一个新的条件。你过去安尼恩待教会。以后的日子也恳求主你继续安尼来带领祝福，伫你的名所设立也顺利最大的教会。阮同心伫你的面前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恳求，阿们。我想咱大家最近上大，就是我毋知至少伫我的人生中间，将来毋捌有一个美国总统的上任，互全世界遮尔注目。不但是因为即个川普，伊是一个，毋是一个真传统的政治人物，伊的生理人的性格，伊迄种，大家拢讲不可测性吼，要甲人谈判，伊的底牌无遐紧来显出来，所以大家拢毋知影，伊讲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伊敢会实现关税，伊敢会对移民政策，伊对中国、对世界、对迄个欧盟到底真正会退出欧盟无？无人约会到啦。明仔载伊就要上任讲起来嘛真特别，即个人是美国47届总统内底第2个做一任了后竞选失败，然后搁竞选才搁互选入来。另外迄个是克利夫兰第22届甲24届。那川普伊是要做45届，甲明仔载第47届。伊即届会互咱看见过去即场的选举，会互这美国人认为讲我来选伊做总统，一个真重要的
原因就是伊用一个口号吼，就是讲，互美国搁一届来伟大。伊感觉即个国家目前上重要的就是，就是要安怎互即个国家继续对全世界，虽然伊是单边主义啦吼，伊对全球化即方面伊无咧感觉讲上重要，就是美国本身爱搁一届强起来，才会对世界有影响力。所以伊即个口号至少得到美国人的认同，侪人讲是，即个是美国目前的需要，因为即个帝国，即个美国200几年来看起来渐渐一直咧衰败，所以即马上重要的需要就是互美国搁一届来伟大。我想是安尼，咱逐个时代、逐个国家，也是咱每一个人个人咱的性命，伫咱人生无共款的阶段，咱拢有迄个需要。咱即2天咧学测，即个青年要考大学，上重要就即2天、即2-3天要安怎甲学测，甲用上好的表现出来。因为即摆即个时阵是因面对上大的问题。咱已经长辈定定甲咱的少年团员讲，咱即摆上大的需要就是家己照顾好势。你甲家己照顾好势，你的囝儿4岁，因就免遮个负担。逐个时代、逐个阶段拢有无共款的需要。台湾嘛是共款安尼，咱知影咱派出即个祝贺团就已经昨启程去到即个立法院长韩国瑜总统派伊代表领队要去祝贺即个总统的上任。咱知影对今年开始选举了后，咱的立法院非常的混乱。赖清德讲伫这都是一福尔摩沙，没有放不下的仇恨啦吼。大家拢是共一个所在。恁即马当然咱即个细细国家真需要美国的保护来照顾，所以互伊3个任务讲代表百姓对美国总统来甲伊祝贺美国一个新的开始毋茫清楚表达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咱一直行伫民主的阵容内底。第3项就是讲毋茫台湾甲美国的关系会通搁较亲密也会通即个合作的机会，不管伫半导体、伫国防、伫各方面来去。实际上，赖清德伊咧表达伫咱最近这1年内底，感觉台湾即摆上需要敢是就是团结，是讲伫立法院内底，在野党甲执政党，恁爱互相信任，毋是伫迄个所在用各种的怨恨，用各种的报复的手段来满足家己的遐欲望伫咧。所以台湾目前的需要当然咱嘛祈祷。毋茫立法院会通，咱选出来这民意代表，毋是用过去的怨恨，还是互相的包容接纳，递到一寡不管伫国防、伫民生、伫各方面的这个预算各方面来做报复性的、没有理性的删减，这是咱目前上大的需要。我咧看教会历史嘛是安尼。你看教会的历史，咱为初代教会，逐时代有无啥共款的条件？初代教会上大的条件是对犹太教甲政权罗马政府来的迫害，因真惊即个组织愈来愈大，会影响到规个即个帝国的安全。所以咱咧看遐电影，基督徒受迫害，拢是为政府来迫害。初代教会伫遐受到迫害，再到中世纪的时，你即摆去欧洲看，就是讲教会上大的条件是优越，因为迄阵教会特别伫欧洲的时阵已经非常好业，非常有关系。每一个国王若要上任，就一定爱有即个教皇的认可，该学典，伊才有法度通做教皇。所以教皇的
甚至比王冠搁较悬、搁较大，所以有足侪有益咧。也因为这有益，才引起来宗教革命。宗教改革就是对教会一个真深的反省甲回归。总是宗教改革了，都因为圣经变做通常语言，一般的人拢会通读。所以每一个人咧读圣经的时阵，伊有家己的想法，神学上就变做有真侪无共款对即句圣经的解说。所以百花齐放，你即摆讲哇，浸信会是咧讲啥物会，路德会是咧讲啥，天主教会等等。所以有神学上有足侪到底幼儿洗礼有效啊无效？到底都要安怎洗礼等等遮的，就变做真侪神学上有时候感觉是吹毛求疵迄种神学的分歧。教会今仔日，特别伫21世纪了后，我感觉今仔日现代教会上大的挑战，是规个社会、规个国际咧面对讲多元、接纳、包容。等于以前咱一寡教会上基本的真理受到挑战不管是伫婚姻的观点，伫各种的这代志观点，有真侪即个对教会对咱信仰大的挑战。那对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挑战，我感觉当然是甲规个社会共款，规个社会是高龄少子化所以咱教会平均的年龄拢较悬这是规个社会也可能是安尼。特别就是因为长老教会较本土性台湾意识较强所以伫一开始对伫政府咧推行语言政策的时阵有一点要甲政府做无共款的，咱要保持台湾文化，总是规个社会变甲，所以变做即马伫都会区咱特别咱的青年，咱的主力都台语听无，台语听无，你就无法度通用台语传福音。所以咱要对少年人甲伊传福音，咱家己放弃讲福音的话语权。你怎要甲青年人讲福音，你袂当坚持讲我干那要用台语，因为因听无。所以咱家己放弃遮个。所以教会伫逐个时代有无共款的即个条件的中间，不管什么时代，今仔日咱讲就是用尼希米啦。每一个时代拢需要有亲像尼希米即种的人，不管是对社会也好，对教会也好，对政治也好，有尼希米迄种真热诚的心的人。我想要趁这个机会用短时间带咱来认识这个以色列的历史真简单来讲，其实以色列这个名，你若读创世纪知影，以色列是上帝甲雅各号名。雅各伊要离开伊的阿舅的厝，倒转去到迦南的时阵，伫迄个叫做亚伯河口伫一个河口的时阵。讲创世纪讲有天使来甲伊相演照例啦，不分上下，天地要光所以迄个天使甲迄个雅各甲伊个大腿骨遐，毋知影甲用一个伊说全输去啦放伊去即个雅各照伊的本性讲，你要走以前，你来甲我祝福。迄个天使甲讲，安尼你以后要叫做以色列，意思讲你甲人。甲上帝相演拢赢，这名真有意思所以雅各伊的名，伊嘛是个另外一个名叫以色列。然后咱读圣经知影，雅各12个囝就变做12个支派。这个家族为着要刀劈饥荒约瑟的故事，咱拢知影。上帝拢先安排约瑟防袂到埃及，所以伊就甲几个家族为着。这个饥荒的原因，雅各规家族12条，拢倒刷到埃及去。经过400-500年时代变迁，以色列人雅各的家族伫以色列伫埃及煞变做埃及人的奴隶。这个故事咱拢知影。后来上帝差遣摩西讲，
这百姓莫阁继续伫埃及，我要带转去我应允因的迦南地，就找去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总是摩西人生上大遗憾，就是伊带到约旦河边了后，上帝无容允伊进入伫应允的地。这个故事咱知影，所以摩西就约书亚来代替伊带领百姓互伊过约旦河进入伫迄个迦南地。迦南地当时已经有其他迦南人啦，足侪其他的种族，一寡城邦政治，像以色列人这12支派，几百万人入来，就占领一个所在。约书亚甲迦南地分做12个支派，讲你这马拉西支派你住遮。犹大支派住遮，但支派住遮，伊甲即个约旦河即摆以色列的所在分做12个支派。恁即条恁就住伫遮，马拉西住伫遮，以法莲住伫遮，但住伫遮，犹大住伫遮，便雅悯住伫遮。因每一条拢家己本身来处理家己的代志，所以各自为政。以色列史进入伫士师的时代，士师时代是。恁家己伫家己的内底，恁家己家族的代志家己管，因无一个王。总是当拄着倒一个支派拄着患难的时，逐个支派都合我来帮助伊。所以就即个咱来看士师记，即个历史就一再重复啦吼。本来以色列人伊是即个敬畏上帝，总是伊互迦南人引诱，就变做。偶像崇拜，就犯罪了后，就变做互遮外族的人甲伊奴隶，甲做奴隶，甲因欺负，拄着真侪苦难，因就来祈祷求上帝来帮助啦。我是你的百姓上帝就兴起一个即个士师这其实是军事领袖啦这一个士师就起来领导12支派，讲咱做伙来对抗。即个外族会对咱的欺负，然后上帝就甲因讨放，因搁倒转来敬畏上帝，就一再咧循环。所以士师事实上是一个军事领袖，毋是一个判断的人，毋是亲像咱英语讲，这是就是咧司法的领袖，是军事领袖。较出名就是咱看这参孙甲基甸啦吼，即个。搁另外有一个女先知底波拉吼，这是咱所知影。士师记内底拢记载12个士师，有查甫有查某的等等，这英雄事迹。所以愈来愈发展，周围国家拢有王伫遐来甲因管制，来伫遐统一收税金，因有常设的军队，或者以色列人感觉真新鲜，所以因就开始要求讲。撒摩利是一个先知，总是嘛是等于是最后一个士师。伊讲，我要亲像别国安尼，请你设立一个王来甲阮12支派，甲阮即个以色列人拢联合起来，来，互阮有气力，有一个统一的迄个统治权，甲外国对敌。所以开始有联合王国。来，咱来读这撒摩利上卷第8章，因开始国家的制度就成立。第一个王就是扫罗，伊的年代是主前1050年到1010年，扫罗王。你若看列王上卷、列王下卷，就是咧讲这王的故事。第二个王上出名的大卫王，主要所诞生前头1000年左右。大卫王，大卫王以后就拢变做传落囝儿啦，变做世袭。所罗门是大卫的囝儿，所罗门王，所以。以色列史进入伫联合王国的时代，敢若经历3个王。到主前930年，所罗门王死了后，即个以色列分裂做2个国家，一个国家有10个支派，叫做以色列；有2个支派留伫南国，叫犹大。为什么会分裂？主要是所罗门传予伊的囝叫做罗波安的时阵，罗波安甲迄个百姓甲罗波安拜托讲，所罗门大兵阮一直拢烧钱啦，所罗门一直去圣殿啦、王宫啦，阮逐个百姓已经挡袂牢，
税金真重，啊，一日到晚调去做兵，啊，罗波安你做王了后，吼，你减轻税金啦，吼啊，莫讲定定搁遐真大的建设安尼。当然，即个罗波安无爱听这个老神的建议，伊讲阮老爸甲恁抽1%的税金，我要甲恁抽10%，吼，我要树立我做一个王的即个权威。啊，为着安尼，才百姓挡袂牢，所以本来是所罗门的大神亚罗波安，那名真共啦吼，加一个亚罗波安起来反叛，啊，即个罗波安，伊甲10个支派带去，建立另外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咱讲北国以色列，后来因的首都毋是伫耶路撒冷，是伫撒玛利亚。这是后来到耶稣的时代，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无相像的历史的因缘。啊，不过以色列对亚罗波安开始，差不多维持200几年的时间，主前930年到722年。啊，这200年的中间换过19个王，哦，这拢伫咧王上下关的19个王。啊，总是迄个王的，毋是同一个家族啦。因拢是变做反叛吼，啊！我若有军队，我若势力较强，我就甲迄个王甲车倒，我来做王。所以这19个王内底有迄个做2-3个月，就叫王诱导落来。经过19个王，拢是用叛乱、篡夺来得到。到主前722年，这个北国以色列和亚述帝国灭亡。啊，这个就是北国以色列。啊，这个伫吉列王下关17章的所在。然后南国犹大佫是另外一个，罗波安继续做第一，啊，这个南国犹大王。南国经过20个王，啊，总南国伊的政治较稳定，就是一脉相传。啊，罗波安传落伊的囝，佫传落伊的囝，佫传落伊的囝，经过20个王。南国犹大较挡较久，挡到主前580年，和巴比伦帝国啊，亚述已经没落啊，变做巴比伦起来。所以巴比伦去攻耶路撒冷，攻几啊摆，到最后主前580年，完全甲伊攻破，甲城墙拢拆毁，然后咱就进入伫狩猎的时阵。所以最主前582年，以色列就亡国啊。所以大家讲，以色列人2500年了后，竟然有法度通复国。因着流浪去啊，逐所在，互掠喺巴比伦。虽然因后来佫倒转来耶路撒冷，总是已经毋是一个国家吼。到1948年才复国。所以咱的历史会读甲狩猎70年，虽然是为586年之前遐啊，这个完全灭亡，总是巴比伦是来攻3-4摆，每一届都掠一寡百姓去，所以是为主前600几年，就一寡即个王族啦、吼贵族啦，啊遐社会影响来，就受互掠去到巴比伦去。最后一阵是586年，受掠去到巴比伦。巴比伦无偌久就互波斯，所以我今咧读历史的时阵，巴比伦我就想到伊拉克啦。啊，波斯即马就伊朗啦吼，大概即两个无共款种族，到今仔日嘛是啊四重吼，伊拉克甲伊朗共款。啊，后来波斯取代巴比伦，主前539年。啊，波斯伊对这狩猎的百姓采取无共款的方法，就讲，恁这狩猎，互巴比伦狩猎来到这个啊。即个两河流域遮的人，恁若要家转去恁故乡吼，恁会通自由，搁倒转去。所以犹太人因就开始狩猎70年了后，因就一寡人倒转去到耶路撒冷，即被掳归回。恁若看以斯拉第1章7节吼，即个波斯人较大方啦，恁要转去了后，当时甲恁抢来物件，恁家己的神像啥？一寡遮物件，恁我会通炸倒转去。犹太人无偶像，所以因干那一寡圣殿内底的遮物件，当时互巴比伦抢来，啊，因会通搁带转到耶路撒冷去遐重建圣殿。所以以斯拉第1章第7到11节讲，因
有带金啦、银啦吼，这些物件倒转到耶路撒冷。我想要简单来讲，受了倒转来了后，上多就是开始会通转来的时阵，第一批上侪人5万人，伫主前536年所罗巴伯，伊带5万人讲，既然咱伫遮方受了已经70年，超2代啊呢，啊，这70年有一寡早时啊，搁伫耶路撒冷对故乡还有真有印象，讲啊，咱来倒转耶路撒冷。所以所罗巴伯第一批带536人转，带5万人转去耶路撒冷。总是因倒转了第一个就起圣殿，因都开始讲，咱今仔国家灭亡，就是咱对上帝无够也敬畏，也无照律法来行。所以因开始起圣殿地基，总是甲尼希米共款。当因咧起的时阵，就有人去甲波斯讲，这个人你要注意哦，因开始咧起城墙啊，开始咧起圣殿，将来因会阁反抗这个帝国的统治，所以受禁止。535年了后，圣殿无法度通建起，这百姓就伫耶路撒冷家己起家己的厝。直到15年了后，有一个先知叫哈该，我今日特别要讲哈该是因为阮查经班最近都无偌久以前有讲3个先知，就是受了倒转来的先知，哈该、马利基甲撒加利亚这3个先知。这个520年。哈该真趣味，你等于甲读真简单，读2章尔。这个先知4个月讲4个信息，上帝通过伊讲4个信息。第一个伊信息甲因讲，恁逐个已经这个圣殿起15年拢停工啊，恁家己的厝拢起甲好势好势。上帝的厝还阁安尼遮尔破破烂烂，恁感觉时也未到哟？这个。波斯阻止咱起圣殿的这个代志已经无搁阻止啊！咱即马已经经过15年，咱爱开始搁一届来重建圣殿。6月初1第一遍讲，百姓受感动，就马上伫遐开始来起造圣殿。所以起造就有人伫遐泼冷水啦。咱起这圣殿要甲所罗门起的圣殿比啦，看亲像无，咱敢若咧办家家酒共款。所罗门的圣殿遐尼水，遐尼富丽堂皇，咱遮受了倒转来，咱也无钱也无人，咱起这圣殿无搭无煞安尼，看亲像无嘛。哈该甲伊讲，上帝真欢喜恁做，不管恁做到什么款的程度。第3摆伫9月24，伊讲人咧讲圣殿起好，一寡面要来献互上帝这个面到底是圣洁的，还是无圣洁的？伫遐咧问吼。如果这个物件若是无圣洁，咱唔通献互上帝。第四个迄个最后一个共款，伫9月24，伊呼召所罗巴伯讲：我要使用你来带领这受了倒转来，这是哈该的信息。后来咱若看受了倒转来的时阵，你特别看见上帝伫无共款的时期兴起无共款的人。后来有撒加利亚，圣殿完成定身因会通受了了后7、80年，因第一遍通过半过节，非常的欢喜。然后第二个人就是祭司以斯拉，倒转来到唤起百姓信仰的复兴。施行改革，最后第3批转来，为受了倒转来第3批是尼希米，迄是上晚，伊是主前444年倒转来。我咧以前咧读这圣经，我不太会去注意这时间啦。后来我家己咧读的时阵，才发现讲真无简单哦。尼希米是主前444年，伊的。毋那是阿祖，伊太祖的老爸，伊离开，可能已经伫这个国家已经住150年啊。总是伊的心对伫的故乡也是遐尔关心，遐尔热爱。所以，咱来看尼希米，伊咧讲，伊伫苏珊已经伫毋是800伫波斯已经
大甲已经足习惯啦，150年，伊个囝孙嘛拢可能伫遐。然后伊个好不容易伫王宫内底做一个酒政吼，酒政是一个真重要的官，定定拢爱接近迄个波斯的皇帝，是皇帝足亲密的人啊，所以伫迄个所在，伊的官职嘛真大啊，嘛已经伫迄个所在待遐久啊。总是伊讲，伊听见伊的故乡有灾难，伊对故乡的疼，引起伊讲，我着爱做啥物代志。所以咱讲苏珊的城，苏珊是还是伫两河流域这个所在，今仔日啊，伫伊朗的伫这边啊，伊要去到耶路撒冷，实在是不知远。不管是时间隔遐久，不管是地理隔遐久，这是非常遥远的关心。伊的心也是伫伊的故乡。伊看见遐，伊讲听见，定定关心讲，有时我会感觉啦，特别我伫美国有一段时间，啊，这台美人时间无遐久啦，啊，逐个人真关心台湾的情形，听见台湾的情形，因烦恼，啊，伫遐不管伫花拍伫各种的迄落，望会通有钱出钱，啊，有力出力，啊，逐个伫迄个所在，迄种的心，尼希米搁较无简单，毋过甲第几代去啊，伊伫上帝面前禁食祈祷。你若看尼希米。伊大概要做啥物行动以前，一定拢先祈祷。伊要去求王讲放我假，互我倒转去我的故乡起城墙。伊伫遐先祈祷啥？尼希米真主要是一个真重视。我要采取行动以前，我先祈祷求上帝开路。今仔日啊，若等于遐有人讲，即个是尼希米当时起的城墙啦吼。今日教会需要尼希米即种的人，咱们教会需要。我想教会逐个时代拢需要关心上帝的厝的遮个人，伊是一个关心，啊，而且毋是干那口头，伊愿意付出代价、付出行动。伊对迄个故乡的关心吼，我毋知影伊伫世界日子去倒转耶路撒冷几摆啦，吼，迄距离差不多1000公里，我也真难。伊毋知捌转去过无？总是伊真关心我的家、国家的情形，啊，伫迄个所在积极主动，啊，有人来我问我，即马今仔台湾安怎？台湾今仔立法院啥物款？你看政权啥物款？啊，愿意牺牲，而且愿意付出必要的代价的人，上帝绝对袂去用迄个你无关心，当然甲你都无关系。今仔咱要开好会，你有关心咱南门教会遮个情形啊无？今日需要一个祈祷信靠上帝的人，伊毋若为着今仔阮会拄着即个代志，是我甲阮的祖先得罪上帝，所以伫上帝面前谦卑认罪，啊，求上帝怜悯，然后来祈祷啊，然后求上帝，互我知影，伫即种情形内底，我挺好做啥物代志，我挺好做啥物代志。所以咱的人看见讲，伊本来是一个酒政，我想对酒真了解，伊毋是一个建筑师，伊毋是一个会晓组织的人。总是你看几百年来，上帝圣殿拢无法度人完成，城墙拢无法度完成，敢无其他的人？敢会能够让上帝感动伊啦？上帝感动伊，即个代志伫我的肩胛头顶。所以今日即张图是讲啊，迄一个。伫咱头前的条件，永远袂比咱靠上帝开力搁较强大。是头前有真侪条件，美国好，台湾也好，南门教会也好，咱头前有真侪条件，总是咱背后有一个开力搁较强大。所以伊有所讲，点伫主，甲伊的开力，咱来用作。所以一个使命感吼，一个使命感，一个对上帝啊，对故乡的疼，也是讲对教会的疼。啊，今仔日虽然啊，我感觉我有需要，互咱知影，咱今年的伫即个历史的过程中间，咱拢会过去。无一个人是永远伫一个位置的。啊，约书亚就接替摩西，尼希米接替哈该，马可接替啊彼得，啊保罗传互提摩太。那么教会72年来对王清源传道、苦顺伊甲
吴牧师安尼咱然后到遮杜牧师伫要来接棒，继续来跑走。所以我用今年的主题叫做承先启后。咱70几年有好的传统，要安怎来承接？毋茫咱后一代，咱看今仔日咱的敬拜团、咱的少年团契、青年团契，咱伫遐来继续，互上帝荣光通过咱的教会来显现。大概我想，我无时间通过好解说《以弗所3章16节吼。这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一个祈祷吼。伊讲，我要求上帝照伊荣光的布有，上帝是满有荣耀的。咱要安怎去反射出迄个荣光？所以对伊的神，对上帝的圣神，伊用关联，互咱有望有气力，咱心内信心搁较臃肿，咱对基督的信心会通有定根伫恁爱。上帝安尼疼我经过人生的道路，上帝安尼疼南门教会经过遮尔侪时代。所以我的信心是有根基的，定根伫耶稣基督。毋茫荣耀的上帝赏赐咱一个合一的圣灵，互咱有真大的勇气，也有十足的信心，伫主的听内底坚定不移。过来迄句讲，安尼咱才会甲拢总的圣徒晓悟知影，上帝的权能，伊的听的长阔关心，是搬过你所想象的到的。上帝搬过咱所期待，比咱期待更较好的，照上帝招庇会充满来得到充满。茫上帝荣光，互咱荣耀再现，会通体会上帝疼咱到这个程度，将耶稣基督来赏赐互咱，也用圣神赏赐咱，互咱伫生命中来体验上帝权能。所以今年茫。咱承先启后，要进入伫另外一个新的时代。上帝荣光伫咱中间，搁一届显现，也伫咱每一人的生命、家庭，搁一届来显现。咱今仔金句较长啦吼，就是用以弗所3章16到19。有机会，咱逐礼拜周报拢有印即节的圣经伫咱的迄个周报抬头，好起来想看觅。咱做伙来读真长，总咱好来甲读看觅看。上帝互咱咱的目标就是安尼，来求伊照伊荣光的布有，对伊的神用权能，互恁心内勇行，互基督对恁的信来徛起伫恁的心，互恁有定根下地基伫恁爱，才会甲拢总的圣徒晓悟迄个长阔悬深。也知基督的疼，就是搬过伫人所会知的疼，互恁照上帝招庇的充满来得到充满。上帝的全能、荣耀、智慧、能力充满伫咱的心内。以弗所3章16到19，咱做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阮对尼希米来学习，伊对伊的故乡，伊对伊的国家的疼到遐尼大。互伊愿意诚做一个祈祷的人，也愿意诚做将伊的疼化作行动，来帮助伊的国家重建城墙。自愿72年来，南门教会城墙检测有一部分倒坏，检测有一所在阮需要加强。愿你的神用安尼来感动阮，互阮诚做亲像尼希米即种的人，靠上帝你的恩典，因为伫阮背后的气力一定。比阮头前的条件是搁较大、搁较有能力的，求你荣光一块显现伫阮的中间，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三甲来金回应的诗，圣诗255首，圣诗255首，圣会读音的地基，请咱起立。
较济，只是来举行奉献。奉献时，我请起立。请坐。我简要来报告吼。第一条，咱煞接等下就会继续要一条开今年的好会吼。好会了嘛，请欢迎大家到地下室一齐来用餐，互相交易。第二，咱真感谢即个2004年咱规个圣诞节即个活动已经到顶礼拜即个灯拢拆掉吼，拢到一个段落。即便是即个陈怡如执事领导吼，咱有真感谢所有参与兄弟的辛劳。因为有剩一寡圣诞风吼，咱照往例，即个圣诞风伫老凯的所在已经拢已经处理圣诞节过，咱会当自由摕转去厝的吼，摕转去厝的继续甲栽培就对啦吼。即个圣诞风，请咱等下当家己摕吼。上联团结后礼拜爱餐了有聚会，也有要补选2位当讲甲。毋是欢迎张牧师，是欢送张牧师吼，这写毋对吼。好，1月29，迄个旧历的初一吼，有新春感恩新春的青霞礼拜，伫10点半吼有一场。后迄个2月初2礼拜日过年过迄礼拜日拢有圣餐吼。另外因为2月初2迄个也咧过年的关系吼，迄天无爱餐，先甲大家预告。第7点，张牧师退休的感恩礼拜是要摆伫2月初9礼拜日，伊伫南门迄个上尾一个主日吼。当天咱是联合礼拜会记吼，10点就要开始吼，因为迄个礼拜中间有要举行真简单的迄个退休的感恩礼拜关系吼。因为有要小可算人数，算人准备迄个爱餐的关系，所以请咱。就报顶头这 QR code 吼，应该拢会当你家己扫描甲报名，讲你有要参加无？若有要参加，你就甲点。若袂晓扫描的，你做你家怎甲迄个干事报名就会使吼。集体关怀，即个王光亮长老夫妇吼，真恭喜吼，等真久吼，终于有一个查某孙吼，咱王建成弟兄甲伊太太蔡黛珍姐妹伫即个。1月17已经平安生产一个恭喜吼！大道属行迄个郭正志兄林景贵姊，也是咱即个
迄个陈丽珠姐妹吼，拢那请咱为着因来代祷吼，一寡即个也伫住院也是有继续咧化疗、电疗的一寡兄弟。好，以上报告，咱即马从好会开始，咱时间交互牧师。毋知我先有我特别来介绍今日伫咱中间无？我来介绍阮囝啦吼。阮第三囝吼袂当参加我2月初教伊就先来。来头前好无？尤进啊，来楼顶靠看到你，妈妈带伊来。尤进以进吼，头前来。其实伊是伫南门教会上久的啦，伊出世的时阵抱来到3岁才离开遮吼。即马20几年转来安尼，用爱落真欢喜。咱即时就来开好会吼，真感谢大家，毋知有摕到好会手册吼。读出咱楼骹，咱同工已经甲咱报名吼。咱即马会员是276个吼，迄个应该盛会半数是137个啦吼。咱今日即马有159个吼。所以咱今日会通盛会吼，咱拍破咱做伙来祈祷吼。好，咱做伙来感谢。是阮听来主，你是南门教会头，愿伫你的名设立73年，72年久。今年愿进入即个新的年度。感谢上帝过去的带领，也感谢过去一年上帝恩典甲侪兄弟姊妹，大家对上帝甲教会听。互阮一切事工进行了真顺遂，虽然伫疫情了后，整个教会生态有所变化，总是阮伫个中间也体会主你的恩典教也愿用，求你亲身来报答，伫主的名付出侪辛苦，才同工兄弟姊妹，主你知影，阮无法度通一个一个甲因道谢，总是你过去安尼恩待，阮恳求上帝，你未来的日子也继续安尼来带领祝福，阮要开。会员大会，愿主你临在伫阮中间，愿将阮的成果来献做祭，愿你悦纳，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今仔咱主要是看各部的报告，甲咱旧年即个财政的情形。所以头先我想要先，因为照咱的即个，咱今仔日主要听报告接纳报告，然后接纳决选、预选。以及咱需要选2个检校委员吼，为着要进行了较紧吼，所有文字都在上面，所以咱照咱的停书观点吼，这个次序拜托团结会长、事工小组需要来报告的人，请照顺序伫遮，莫阁我需要叫吼，讲什么人起来，什么人起来，咱直接就一直照这个程序安尼落去来进行，好无？咱先为小会来开始吼。小会了，中执会一直落去吼。中执会的书记请来准备吼。下一个的这个事工小组需要报告就报，若无往讲的吼。来。小会报告吼，小会报告伫这个第15面，2024年小会，咱知咱旧年一年上重要小会工作。就是屏幕啦吼，已经拢完成。我甲即个所有记录伫小会议事录内底的关于屏幕的代志，对头到尾拢详细写伫即个所在。有个人有参与着，有个人小可毋知影。你转去读吼，即边的小会甲一年来对开始屏幕到中间监选中会安怎监选票数是偌济吼？到当时迄个到一段落已经决定，咱即个后任的杜牧师吼伫即个伊到迄边的任期是到7月31吼，所以咱即个张牧师大家真关心，我张牧师迄个退休离开了，咱有差不多5个月空档吼，但是无要紧，台北中会即拢照长老教会体制。台北中会已经派双河教会咱的警会吼，双河教会会了解成牧师要来做咱的小会议长吼，即个牧师当然中间咱也真放心吼，因为咱有即个四牧师伫即个所在吼，若卡斯若有即个需要关怀吼，需要关心的事工，请咱大家
我若有要拜托事务师吼，啊，伫即个中间吼有需要关怀的部分，伊也真欢喜来协助各位，拢变家己的会友啊吼，家己的迄个家庭内底一份子啊，所以即个5个月中间，请大家放心，咱迄个拢照常安尼教会会真好势运作。以上报告。小慧，毋知大家有啥物疑问无吼？啊，其实咱长老会的代议制度吼，兄弟姊妹任何时阵有任何问题，拢会通甲咱的中级啊，甲牧师反映吼，啊会通甲咱解说吼。所以较歹势，因为这何为手册本来足想讲1礼拜前就互咱大家先看过吼。总是这印刷厂啥拢无人配合，所以你们现在才拿到。啊，你会通等去看，啊，万一若有问题，以后再回来问，吼，来问这个问题。好，来请中执会，其他事工小组，如果我叫着名，你若需要起来报告起来，来准备。若无需要，你互我知影者吼，看来各事工小组。好啊，中执会的报告吼，伫手册第18页到20页吼，才有所有的事工的报告。吼兄弟若有无清楚的所在，随时会当提出来。以上。咱中执会的报告内底18页遐拢有咱一年倒一任教期吼，2025年今年教任的2027年教任的迄拢到时拢会搁爱选举吼。好，中执会有啥物款？你即马看到需要问的无？好，若无事工小组，咱就进入团队组需要报告无？无，来教育组需要无？礼拜组，敢有需要报告？迄个中央长老，礼拜组有需要 ，OK。总务组总务组迄个杨长老出讲吼，总务组做足真侪代志吼，因为咱特别旧年开始感觉，咱这间拜堂已经20几年吼，陆续很多东西都要更换。特别来，亲像讲，咱的这个投影机吼，这个是下一次咱的迄个准备要更换吼，投影迄解析度较无遐悬陆续一寡物件来改进吼等起来关怀组白长老今仔日我都出差吼，关怀组因即摆有组织有去探访有去台岛吼服务组来，请迄个服务组是李梅新长老咧负责的吼即最主要上大逐礼拜的爱餐啦吼。伫遮甲大家报告者吼，因为咱旧年吼，因为单长的伊互咱的爱餐来恢复吼，安尼真正介好即摆逐礼拜中昼咱有爱餐嘛，鼓励大家落去食咱嘛会准备一寡地点吼，若是咱要留来到12点半左右，一寡地点互大家配咖啡啦吼，会使开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就是咱父亲节、母亲节甲重阳节的礼物吼，原则上基本上就是你到现场有来参加，咱就会致赠礼物。若是身体不方便吼，若是大医这种，就会配合牧师的探访，还是关怀组的探访，再去致赠。无就是咱若无来现场，我们礼物只是一个心意啦吼，所以我们就不致赠礼物。这先大家报告者。另外就是吼，咱服务组就是爱餐的每礼拜吼，其实拢是感谢即摆妇女团契啦。夫妇团契甲搬招团契，因做伙甲会长，阁有一寡中级做伙来斗相共。若大家有这意愿要来服务的，嘛欢迎来甲我报名，还是打各团契来报名吼。主要是这两项甲大家报告一下。以上。是上歹控制就是人数啦吼。爱餐有时吼无够，有时剩伤多吼，这是足大的困扰咱毋茫讲无浪费，尽量要无。所以当然爱餐上大的目的是毋茫大家留咧伫遮交配啦吼，这是上大的目的。当然若无方便爱早顿的，不得已爱先早顿，我们也能够接受吼。
谢。好，财务组咱等一下再讲，财务组是上侪迄个吼，研发处要报告无？博刚，就石长老吼。大家平安。研发组主要是咧研究教会一寡新的事工啦吼，若是会当互教会因为时代的改变来进步。咱旧年有做上较重要的代志，就是地下室。应该有看到地下室有一寡鼓甲一寡piano吼，所以地下室有一寡改变吼，敬拜团有一个练习的空间。以后若是要举办音乐会，嘛会当考虑为地下室来使用。今年要做的上重要的代志，我按算是要来做一个点名的系统，因为咱看到咱大概要开好会的时阵，你伫遐交一个点名，互咱拢同节足侪时间，所以今年要按算要来做一个点名的系统。安尼以上报告。多谢。好社宣，迄个学长了我无吼。好即个各组的报告拢伫咱的周报内底吼，过落去咱就进入伫团契报告吼。咱对主日了吼，永校长有没有？大家平安，我在这边特别招募一下，就是我们这边的话是从出生一直到12岁都很欢迎，就是可以带来我们主日学。那我们主日学有分2个部分，一个是从10点到11点半是在这一栋的4楼，是给国小以上的。那另外一个时间是10点半到11点半是幼稚园，是在1楼。那请欢迎大家可以带小孩来主日学，然后一起聆听上帝的恩典。然后我们也想招募老师，因为我们现在诗歌老师跟讲那个圣经的老师，我们都很需要。那有兴趣的也欢迎一起加入我们。那也欢迎大家一起为我们主日学祷告，谢谢。多谢。儿童主日学的报告是在37页哈，成人主日学需要报告 ，man 哈。好，那我们少年团契会长你也来让大家看一下了哈。胡恩奇无伫咧吼，爱校服务吼，所以今晚咱的辅导的梁家宏执事哈在39页，青年团给来，那团契会长也来亮相一下，无要报告嘛，大家看一面哈。我们知道我们青年团契戴主任来头前遐老店家看有对哈。戴主任会长我们的青年团契的定义是大学生了哈，大学生哈，有什么物件要特别报告无？那个第3点，组织那边他那个名单有打错，那是去年的。那我先说一下，我们今年的名单有，会长是我李主任，然后其他的干部还有周承恩、廖宇峰、刘以正、梁云轩、郑安柔跟张正浩。那活动细项的话，麻烦参考就是文章底下的内容。那欢迎教会的各个青年能够参加，谢谢。OK， 今年咱的会长的李主任主任咱来起来哈。好，基石团契来博刚，来会长。阁是我基石团契聚会时间以前是伫礼拜6的暗时阁有礼拜2拢有小基石的聚会吼。但是今年我们就有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礼拜6的聚会人愈来愈少啦，大家拢有囡仔较歹斗阵来聚会，较困难。所以今年我们伫礼拜日的中昼，就是主要结束的时间，我们邀请遮的爸爸妈妈做伙来聚会。有囡仔哩国小幼稚园的囡仔要聚会的时阵，囡仔无人顾嘛，无要紧。我有邀请青年来替阮照顾囡仔，爱互因有淡薄会当趁钱的机会。所以若要到阵来聚会，欢迎大家做伙来。多谢。礼拜6的聚会改成礼拜日下午哈。我补充一点吼，咱看到这个合约手册吼，中间我已经看到几若有错误的地方吼。所以不管你来看到你的名拍唔对，还是讲你的迄个奉献金额有，请你拢甲中级，还是甲主要是甲干事吼刊物吼，你会使甲讲，这个所在名写唔对，还是讲这个所在有漏搞去的吼。咱拢总整理出来，会创一张所有的刊物表，会搁互咱吼，到几礼拜后咱拢整理出来，我补充报告。多谢。好敬拜团。大家平安。
敬拜团这边每一年的组织，我们都会视每一个人的情况做一些调整。那今年比较大的调整是我们加入了副团长应奇，就是今天的歌手，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那敬拜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每年7月的时候，我们会跟那个夏季学校一起合办那个音乐的分享会。那这2年成果都还不错，今年也计划会再继续举办。那也希望大家继续奉献跟带导。那刚刚那个研发组有提到地下室的那个练团室，我们接下来的计划是希望把它开辟成一个敬拜的场域，这样以后敬拜团也在地下室也可以使用。那这个是我们今年最大的目标，这样子。谢谢。等下我们这些年轻的有一个活动的空间开始了。好，磐石有没有？磐石春凤会长出国会以执事来代理。各位兄弟平安，我是麻石团契的会计阮会长出国去看伊的大后生，所以今仔日我代替伊起来讲。伫合会手册第47页是麻石团契的资料。阮麻石团契呢是一个无分年龄的团契啦不管你偌济岁到偌少年，拢欢迎你来到阮聚会。阮即摆伫各教会内底，逐项的事工拢有阮的兄弟姊妹，比如讲主日学圣乐队、中职会服务组、圣诞爱餐，麻石团契的兄弟姊妹拢有参与伫内底伫阮2025年今年的中间，阮会配合着关怀组去探访一寡久长无方便来到教会，也是阮团契内的兄弟姊妹，也是其他团契兄弟姊妹需要探访的，拢会使甲阮讲，阮会配合关怀组来去探访。以上是我的报告。好，谢谢，多谢。福禄团契依然会长大家平安。福禄团契踮咧遮邀请咱姊妹会当来参加阮福禄团契的聚会。阮的时间是伫每礼拜拜5早起9点半到10点半。11点开始，阮嘛有练雅音的练唱啦所以阮伫遮呼朋引伴啦邀请咱姊妹来参加咱即个团契。阮的团契真温暖阮福禄团契所有的一寡活动拢记载伫49页咱嘛有参加一寡北中福禄事工部，咱福禄嘛拢有出去，拢有去参加，拢有去学习啦我即马是踮咧遮拄有讲有一些刊物我就想说，感谢大家也安尼关心甲疼痛，对咱福禄团契的迄个奉献。若请大家过目在51页。若是有重大诶啥物则请恁则甲阮讲一下以上报告。多谢福禄团契。咱这是来请奥利维亚因阿公奥利维亚因阿公毋免报告迄个王公亮因迄个孙英语名好了，但名讲也袂好啦，叫做奥利维亚因阿公福禄团契多谢因辛苦。少年团契有报告无？会长。梅老师，然后大家看一下少年团契是咱教会上强，搁上听主的来迄落。梅老师，惊无要紧，你牧师各位长职，大家平安。我徛伫遮实在足歹势上济会。我遮特别就是即个，希望咱65岁以上的兄弟姊妹来甲阮参加上年团契，阮足欢迎。阮要教，互这较少年的去做较好啦，上重要今仔日就是即个财务报告。这个本年度56页，本年度活存结余是这个11万2600点多啦，定存才是110万3万6这点多去啦，这个很重要的，我家己忽视
给他看数目多好，啊无看名称，所以这个毋是诗涵毋对，是我毋对吼。先甲恁声明。报告到遮，请恁大家欢迎。阮第3礼拜拢是例会，不管你是乡邻团契，啊毋是乡邻团契，欢迎你来甲阮分享，甲阮做伙。多谢，平安。多谢，好，我们会有刊物表哈，迄个56页迄啊，伊的活存甲定存都写倒变化，小心哈。啊，后礼拜乡邻团契啊，本来第3礼拜，因为今日咱开会改做第4礼拜。后礼拜乡邻团契吼，食饱了伫5楼吼，咱搭5楼开例会吼，这是下个礼拜。献瓜堆，迄个带人款起来，互大家看者，知影讲你是位。人要报名参加献瓜堆，毋知要甲谁报名，啊看一下啦吼。咱有时咱名甲人拢斗袂起来吼，哦，人款大概迄个国外节甲迄个圣诞节，我简单报告一下吼，我是戴人款，大家平安。希望就是讲，献瓜队还是需要很多人来参加了对吼。我是伫拜5暗时练习，礼拜日现时，去年阮大概有1个月上少2届就对啊，吼。报告到这，谢谢。谢谢。奖学金有需要报告无？来，请迄个赖明恩长老。大家平安哦！伫遮我来报告咱教会奖学金吼。咱的教会奖学金是咱南门教会真久，嘛是一个真有特色，咱教会特色的一个组织吼。咱有2个部分，一个是咱的奖学金，咱每一年的母亲节甲感恩节，咱会当奖励咱教会内底主日学、少年团契、青年团契，咱有好的表现的遮的主题。另外一部分就是助学金吼，咱会主动关心咱教会内有需要关心的家庭吼。伫过去真感谢大家，咱去年吼，咱的奉献伫咱第60页吼，奉献有125300块，支出差不多有116000吼，真感谢大家的支持吼。咱每一年的奖学金有2摆的募款吼，那今年的2月初9吼，真要紧就是咱牧师退休识别会吼。第2项要紧就是奖学金的募款吼，请大家会当会记吼，来支持奖学金，谢谢。多谢。好下一次的募款是2月9号哈。咱迄个社宣重要的长青热火，即马拜托倪传道来小可简单一下吼，甲手机班吼，请大家平安。长青热火班吼，这长青热火站是咱教会上界主要的一个社区的事工，社区的服侍，嘛希望时代甲长辈。咱社区的朋友会当对即个活动中间来进入即个教会，所以咱即马所安排的课程，拢是尽量是用咱教会的会友，不管是有诶是医生，也是老师，会当伫上课中间会当帮助遮个长辈会当搁较来入目教会。咱即马有拜四的是乐活班，乐活班就是有各种的课程，嘛有老师来教。手机班，我想真侪时代，你若要使用手机的时阵，有时无遐尼方便，因为即马手机已经变足侪啊。咱有老师来教，所以会当伫遮得到真大的帮助。所以咱即马参加的学员拢有差不多30-40个，所以真欢迎所有的时代长辈，你若有时间，你就会当来参加，对遮嘛帮助咱的社区的朋友，搁较来入目教会，有一天会当听到福音，希望大家做伙来拍拼，多谢。OK， 咱长青乐活甲手机班3月，拢3月到6月，3、4、5、6。放完暑假9、10、11、12 2学期啦吼，所以下一次3月咱2月就会能够开始招生吼。起码大概报名就是2000块，2000块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的便当啦吼。他们要聚会17次吼，17届因的便当就超家己讲师会就由教会来支付讲师的车马费吼。长青的我跟那个
迄个南门幼儿园啊，来请园长来报告一下哈。大家平安。那个我是南门幼儿园的杨园长，然后那个报告之前先来做一下广告哈，就是我们小朋友的招生年龄是满2岁到入国小之前的小朋友，然后因为现在少子化，然后所以如果家中有适合就读的年龄的小朋友，都欢迎来报名南门幼儿园。然后学校从创园到现在，其实我们每个月都会固定办一些亲子活动。然后我们也会将活动的讯息，我们会跟那个儿主校长会有一些告知这样，然后也欢迎就是说南门教会的儿主的家长们可以来参与幼儿园的活动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们在上年度7月的毕业典礼，其实我们就是其实这也不是在安排之中，然后就是南门教会的敬拜团，他们有参与南门教会的毕业典礼，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连结，然后希望就是说以后幼儿园有相关的活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来参与，这样好，谢谢。等一下，有南门幼稚园哈，然后后来改名南门幼儿园，已经历史很悠久哈，它有60几年哈当然，现在时代一直在变化哈，起码少子化开始的哈，为这个来祷告。好，我看下面过落去的财务组，我先请迄个检校委员，上一次林博化唔知伫遮无？甲迄个陈律师，你有没有那个上一次的检校有啥物要甲大家报告迄落？还是林博化会计师？林博化在有伫遮无？有没有？你就报陈律师，敢有啥物需要改进的？咱的财务方面的，好，咱其实我趁这机会吼，特别要感谢咱教会负责财务的吼，他们大概每个礼拜6都要来教会吼，整理遐价钱啦，各方面做些代志吼。我们的会计制度非常的完善吼，他去寄一个5块银的邮票吼，都要有单据呢。我们不是像那个木可公司一样吼，绝对不会这样子吼。那我们的奉献一定一笔一笔的弄得很好，所以真感谢迄个我们等一下还要再选2个那个检校委员。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财务报告吼，请大家先到68页吼。我们的手册68页哈，2024年的预算跟决算跟2025年的哈等一下如果那个我小讲一下，拿迄个加拜托郑雅长了哈，财务迄个来讲，我们去年没有达标了哈。2024年我们的预算本来是1230万哈，但是我们决算就是1145万，我们少了84万没有达标，因为你看头前那管店的知影约定奉献也没有达标礼拜奉献等，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是我自己等于看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2024年我们会排到1230万，是用2023年的这标准。那2023年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多钱呢？70周年呢？我们70周年有曾经发动，为了70周年大家来奉献。那一年我们奉献多少呢？为了70周年，奉献836500块。所以你用836500块减那预结算差额，其实我们几乎达标了哈。你看差额是84万，但是为了迄个70周年特别咱鼓励大家奉献少年团给奉献25万什么这样子，我们那一年有特别多，所以没有达标哈。这个其他的那个，请郑雅长老来修该税节我们怎么排今年的预算哈？
啊，也许你先解释决算，然后我们接纳你的决算以后，我们再讲预算哈。你就做那个2024年的预算跟决算的部分，请你需要该谁先给我们讲解。各位兄弟平安。请咱来看我书他带所讲的第68面甲第69面。我毋对，照无书所讲，就是咱2024年的决算吼，大概比预算比较起来，大概达成比率大概95%左右吼。主要有一个就是因为2023年迄个70周年的预算。70周年的即个特别奉献吼，迄个有差迄个部分安尼。总共咱2024年的决算经常费的收入，甲对内对外奉献的收入加起来是1145万。咱支出的部分2024年支出总共是1055万，所以咱2024年即个收支的余额有904354块，即记载伫咱伫即个互惠手册伫69面的下面遮。主要有几项吼，有几项会当特别来支出的部分，有几项特别来讲，就是咱即个第一个是水电费吼，电费，咱知影去年有涨一次电费吼，像是因为咱本来甲幼儿园吼，秘书中间是讲一个月幼儿园付，一个月教会付等等，但是后来因为幼儿园的收支的状况吼，较无有当时无遐理想哦，所以讲后来去年后半年，咱的电费就全部拢教会伫支出吼。所以即个部分吼，我估计今年可能若12个月拢教会支出吼，即个部分金额会搁较比去年搁较济。去年差不多是电费的部分差不多是40万吼，咱8个月电费吼。OK， 煞只就是咱即个教会本身嘛超过20栋所以咱种种的设备吼，也是讲旧的新的爱修缮，爱换新吼，所以咱的修缮费也是设备费吼，拢有较济支出吼。即个是我想伫今年吼嘛是会继续安尼。所以咱要对2024年决算要先对关于头先迄个，咱议案前一项就是讲大家对伫2024年咱的这个收支这个决算有没有需要问的要更了解的？好，咱去年所以总收入1145万，总支出是100554万这个表都填得很清楚。所以虽然咱没有达标，那我们今年还是勉强可以结余90万刷入去伫咱的基金啦吼。咱有刷90万，就是还佫有存90万会通刷入去基金内底。所以大家对伫决算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需要问的、不了解的地方？那么有没有人举例讲来接纳这个决算？2024年的决算有没有人？我们任何一个会员都可以哈。当然最后卖很你们中级了哈，因为咱是算讲咱当家的哈。不只要任何一个会员提议然后我们来举手来表决投票。有人提议接纳2024年的决算，叫做长老有人呼吁无？来责正呼吁，那赞成我们接纳2024年的决算的掐起手。好，那我们就可以通过了哈。好，谢谢。那我们现在来解释2025年的预算哈。迄个请郑爷阁继续。感谢大家对2024年的决算的接纳。
煞遮咱来看2025，就是今年2025年的预算。嘛，上时嘛是记载伫第68面甲第69面。照头拄所大概有报告，就是讲咱的因为支出吼，伫支出的方面，咱硬体的支出上是咱像去年3月开始吼，恢复即个爱餐吼，咱有定今年应该嘛是全年度拢有爱餐的来进行哦。照头拄咱大家所看到各组的事工吼，拢疫情了后，拢即摆拢引擎全开吼，咱来进行哦。所以伫个支出的方面，理论上有会比今年搁较低淡薄吼，会比去年搁较低淡薄啊。所以伫个预算的编制预算的时阵吼，伫个收入的方面，咱2025年的预算收入啊，经商费的收入950万，小可比去年的决算大概加2%至3%安尼。哦，搁加上即个对内对外的奉献的收入，所以2025年的预算，总共的收入是1200万，支出嘛是1200万，希望用安尼预算的收入甲支出，会当得到咱的接纳，上时未来即档的事工，希望大家继续来关心大岛甲奉献。多谢。即摆咧讲今年的预算吼。我想咱大家真简单会通来看，你69页的所在吼，特别你会感觉有几项我们的会排多一点经费吼。慈善金咱去年排15万，总是用19万去吼。我们慈善金是因为咱教会内底有几个生活较困难的吼，独居的，那教会用这样去帮助他的租金的补贴等等的，所以咱今年摆到25万哈，这个就在事务会的地方。水电费刚刚有讲的哈，水电费因为即马过落去拢是教会要支出，以前是幼儿园还有能力，他们还有一点盈余啊，即马幼儿园哈，我们能够打平就已经算是很不错，少子化个足侪迄落哈，所以小会长执会讲，那我们的，所以这也拜托咱大家呢，即马电费愈来愈贵吼，一定会个起价。所以如果我们有用到教会冷气啦、电哈，我们可以节省一点，我们就节省一点哈，随手关灯哈。所以我们今年水电会排到60万哈，这个当然夏天的时候用冷气开的。修缮费他说也报告了哈，因为咱有可能一寡那个音控室的这控制台需要换新的哈，有时候电脑发生问题哈，所以我们排到90万哈，因为咱的教会完了20几年哈，陆陆续续一些事情都需要来改。然后爱餐会我们今年也排到78万哈，爱餐我们是希望大家多一点人来老在家，所以这个是比较多一点的所以他把我们教会里面这个经常会的收支，我们预定能够达到950万，对外奉献能够达到这250万，所以加起来，我们明年整个教会的预算是1200万。大家有没有对这个预算的安排有？拜托不要随便乱砍预算啊！我们需要广告费，现在大家都在乱砍预算，砍预算是会员的权利了哈。当你觉得不合理的都可以了哈。教会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团体，大家对这个预算的安排大家一起来努力了，这个是一个目标了哈，是一个目标。我们对预算安排有没有人有问题需要来更正来调整的不？
那我们有没有人要提议接纳这个预算？财务组的预算安排，有没有人愿意提议接纳？会员希望会员哈，有没有？冠城哈，戴冠城提议，有没有复议的？我们至少一个复议，有没有复议？匡瑞了哈，匡瑞也可以。好，赞成的请举手。好，多谢大家。好，我们今年1200万是我们的目标，大家一起来努力。那我们接下去要找2个哈，咱真感谢哈因为他们的一些支出哈，我书拢来等因啦哈，我都会看的哈。我们早餐豆浆买了多少去加油叫啥，我都会看他们每一张，特别我们有林伯华这个会计师跟陈培豪他们就3个月就拿给他们看一次，去看讲都有绕高去哈，我们都做得非常的精确哈我想来先把上一任的这个林伯华跟陈培豪，我们用拍手来谢谢他们的辛苦。好，那我们来提名今年的这个监校委员，不能是现任的长子哈，不能是现任长子。有人提议找我们3个人，我们提3个来找2个好不好？所以有没有人提议续任？有人提议续任是吧？好 ，OK， 有没有人提议说那他们2个我们就请他再多担了是牧师哈有人在那个复议不？就让他请他们2个继续推告回来，让李金伟来监小慧娟哈，赞成的请举手。好感谢你拜托博华在哈甲陈律师继续哈一季还是讲半年就帮我们看一下这些账目哈，真感谢大家。那我们的财务这个报告就到这里，那其他还有没有需要？那基金的部分给大家报告一下哈。我们教会的状况，请一个互咱知一下哈。请咱煞只看现甲互会手册第70面吼。宣告的奉献，这个所在主要是咱宣告的奉献、生日的奉献，去年有迄个青少年团契、迄个福音队的奉献，这几种加起来的奉献的收支的报告吼。咱的收入是176700，吼迄个明细伫个下骹，支出的部分吼，咱到正手边对台湾圣学院以下博爱所语教会等等，这是咱这几年固定的吼，大概加起来大概197000吼，197000将近20万。伫迄个上顶头的3个，南澳教会建堂，新竹圣经学院的教牧进修，甲南门青少期的福音队，这是去年特别的支出。详时对今年，咱有加一个伙伴教会就是新竹圣经学院有10万的奉献的支出，所以咱一档有30万的支出。照目前的奉献要无讲真够，这个所在嘛拜托咱大家正下这咱来继续来关心。下面这个平安园的部分，咱到主年的年底本来要10个单位，去年有在给会友受助给会有1个单位，所以现在剩9个火葬单位。咱的收费是照即马平安园因定价，咱拍9折，互咱的会友，所以1个单位是225000。第71名，咱的基金的部分，咱看上顶头吼，咱2023年的年底迄个时阵是有2551万，经过2004年这一档，咱有定期存款的利息，嘛有头拄仔所讲平安园的即个收入，咱个经商费的结余，等等，所以咱到去年年底有增加144万到
2696班，啊2696班内底有2500万是用定存的方式来寄伫个银行，吼啊，即个明细嘛拢写伫个遮，请大家来过目。毋知敢有啥物？这是咱教会慈善这是咱教会慈善。教会慈善有咧讲宣教基金吼，以前设立宣教奉献是鼓励讲咱若生日的时阵吼，特别为着家己生日来奉献伫遮，来做宣教的路用吼。最近咱较无鼓励啦吼，宣教奉献的这部分吼。其实咱像奖学金吼，咱有迄个奖学金的有一个主日的特别奉献哦。宣教奉献我会记是大概伫咧8月吼，8月有一届，所以到时嘛希望大家吼做伙来关心。OK， 头出我拄着足多吼，因为真正若拄着丧事的时阵，有诶较无准备啊吼，互大家知影，咱教会即马伫平安堂阁剩9个单位啦吼，以前尾吼，所以咱对咱家己的会友拢有9折啦吼。即马平安堂伊一个单位会通带4个，会通扛4个骨灰罐，火化土葬啦吼，咱大家捌去过吼，会通扛到4个。他们现在在卖，我们的地点是很好的吼 ，view 很好。现在他们越卖越贵，他最贵呢，敢若爱30万然后，不过呢，我们还是25万。然后如果咱的会友有需要，还是咱的亲戚，我们就用9折吼，卖给我们自己的会友。但是你要去办产权的移转去平安园，因为即马3馆拢伫咱教会内底，咱个存9位啦吼。然后我们有一些这个定存吼。所以教会目前的资产超有2600万，像顶礼拜张仁和讲的，咱想要去买一间牧师馆吼，你欠到遐的时阵，佫起100万、200万去啊，大概欠到遐，就佫袂付啊吼。所以我们希望将来啦，我们赶快能够找一个地方，爱通把这的金钱有更好的利用，不是只有定存啦吼。台北市的房地产实在是互咱。有没有对位掉？好，咱尽量来做遐个代志吼。进前咱小可有伫讲即个拄根的代志，当然最后无成功。迄阵有伫讲，但是有成功，咱无的确会当用即个定期存款的部分，咱来小可买较大的来做无输管等等的，总是毋望大家有缘甲即个代志来放伫个。咱的祈祷来关心，财务组伫即个所在吼，我嘛是想要借着即个机会吼，特别要来感谢阮财务组的一位同工吼，林春姐吼。咱春姐吼，伫财务组已经20档的时间吼，咱。大概逐礼拜，咱若出现的特别出现的即事吼，拢会看到春姐伫帮咱咧算即个奉献吼，搁转达即个奉献的内容啊，这是一个非常对教会来讲非常重要的代志哦。但是嘛是较枯燥的代志啦。总是春姐拢是真有耐心吼，安尼伫即个财务所来奉献伊的时间吼。咱甲每一礼拜，甲咱的即个奉献吼，拢点甲真正确，拢无啥物问题。过去即档因为春节国嘛是当然就像牧师共款吼，到时可能年纪等吼，嘛是感觉需要退休吼，所以今年开始吼，比如说讲咱财务组要。拜托吼，出现的即个技术的同工吼，搁较投入伫咱的即个咱逐礼拜吼算即个奉献即个转达的即个资料的时间内底嘛是要照即马资讯较发达，系统较发达，希望讲会当慢慢过来想办法来搁较有效率来执行。过去这20档是真感谢春姐伫。财务组的贡献吼，
咱搁一届来拍鼓啊，感谢，谢谢。多谢哈。除了这抑个会议啦、镇压啦、会捐啦吼，因拢足侪咧。财务上歹处理，上迄个爱真顺利吼，真多谢咱大家。然后后壁遮吼，有我们每一个个人的奉献吼，你回去看一看有顶达无吼，有没有出入？还有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打电话联络的，不管是 email、电话啊各方面主机吼，我们可以好好利用。所以你来当，请你把这本摕倒转去啦吼，这等于我们今年的一个历史记录。你后摆要用，真好用吼！我有时要找电话啥，我都直接安尼哈。所以把这本摕倒转去。如果当中有一点错误的，我们下个礼拜还是下礼拜，我们会把它刊入。还有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咱的印刷厂吼，礼拜二就要开始休年假，所以过落去，如果你这2个礼拜，1月26号、2月2号，如果你团契还是个人有什么消息吼？这2天让我知道，我们礼拜3以后，我们就无啥都爱印好势，2个礼拜要先印好。所以有啥物爱出去就报，互我知影吼。他们2月3号才在开工吼，所以这是咱来配合我们的印刷厂吼。以上，直接来。多谢咱会员好会到这结束吼。咱刷了吟上映的诗，圣诗257首。今时要请张牧师来作导，圣诗257首，起立。受上帝祝，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听从，圣神的相通引带祝福，甲咱们教会以及咱正大家三地的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倒。